你的意思是讲我较适合小生？对，你较适合演小生。伊嘛，是的。哎呀，老师你莫勉强。要不安尼好啊？直接讲来。大牛啦，大牛的。大牛哟。啊，无就书童啦。卖啦，书童安尼出门吼，因少爷、因公主会叫人惊到，因为咱双人经过此山，山高必有一领夹朋友妖，既然若甲安尼关看面前出现妖怪呀！哎呦，惊死啦！喂。 特别来宾就是啊，董美魂啊，下了，已经早就很期待你来上，真的。因为说真的呢，在主持人里面吼，算我两个歌艺酒了，应该算袂歹。什么袂歹？算真好。真的吗？而且我拄在我边啊吼，我看你两个哦，迄敢若秘书，敢若真是人要讲人拜年拜介久啊。我看你哦，默契好的不得了。我今日本来要吊钢丝了，但是阮姊因为腰围伤粗，我都拔起来。喂，没礼貌。 怎么可以这样子说？没礼貌。你是对啊，唔对，你家己腰围外油，你拜托。他都经过两个人蹦当了啊，讲哦，危险危险。刚刚我两个有危险性，有危险性。对。人家唐老师是专门训练学生的了。你看有唐老师这唐美云国戏班，戏团呐哦。戏团对。什么戏班？阿公团、阿嬷团，一个边敢若乌鸡丸。欢迎参加董美云国戏团。哎，谢谢。 哎呦，对。唐老师，你有公看，我两个到底有资格不？当然，就可不可以加入你的歌仔戏团？当然可以，你们刚刚唱的好的真的可以吗？真的。我比较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？其实我觉得你，因为你的扮相很好看。你那扮秀生伊演到哦，伊那扮秀生演到。我每次做小段吗？小段嘛是。小段，目睭看电线。啊那小生目尾唔都爱吊伫公顶。小生出去跟他星星。喂，所以老师，万一你的意思是讲我较适合小生？对，你较适合演小生。伊嘛，是的。哎呀，老师你莫勉强。要不安尼好啊？直接讲来。大牛啦，大牛的。大牛哟。啊，无就书童啦。 卖啦，书童安尼出门吼，因少爷、因公主会叫人惊到，因为咱双人经过此山，山高必有一领夹朋友妖，既然若甲安尼关看面前出现妖怪呀！哎呦，惊死啦！喂，好恶心！我来叫家己喙齿拍掉。 自己嘴唇，好恶啊你！我们今天老师来到现场，咱好好甲求教一下。然后一般的话，咱大家啊看电视拢来介绍生旦净末丑。究竟在戏剧当中是要哪分辨他们？其实呢吼，因为歌戏内面你要分辨较简单哦，就是小生你甲看嘛，因为看电视，咱看就侪电视歌戏。舞台顶的歌简单，你来看俊扮嘛，咱对个装扮顶面会当了解小生，尤其是恁定定伫咧模仿小生是安那拢兼比，都能去减载。哎呦！ 这个是小生比两支哦，对，剑指。但是阮定看外国小生拢比一支的，怎样看？比中载。哎，是你讲咩啦？我跟你讲，你嘛袂用比啊，安尼敢若袂输，你若个安尼变敢若牙签。牙手枪。哎呦，你竟然敢伫关公面头前牙手枪你啊？无啦，袂用的啦，你对啦。比起若譬如讲哦，我即马要比讲介绍讲，哎，顺子嘿，今仔日穿安尼有影好看，这主持人哦，你甲我看嘛，拄则那我看伊表演。 这位姑娘生做美貌如花，哎呦，名门贵秀，应该向前甲伊请问，唔知有顶对伊他人无？哎呦，公主，你说的是副目镜？为什么？哎呀，你不土雷啊！喂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哦，拜托，莫你甲我笑啦。好了，人袂啦嘿。啊，你小生就是有这减载的。对，嘿，小生咱用比的小生这边嘿。啊，小段嘞，生旦。 小段，一般人有诶，唔知阮咧学生咧教因就好算因讲有诶小段来比安尼，其实这是不对的吼，袂用安尼咻咻。哦，袂咻咻。咻咻袂用诶，伊其实这是兰花指，那兰花指伊即大位啊，因为两种比法，一种是怎安尼，咱比安尼看。
就倒掉。弯弯的，对，弯弯的。哎呦另外一种是较细，它多迄个较大，另外一种较细。较水咸啊，伫厝的身份较无遐悬。唔是啦，我是讲伊的比迄个手的范围，我有可能比就是讲，我看嘿，譬如讲，这位小姐嘿，哪家哎呦，蜜饯混对。哎呦，真歹学呢，这有咱不是较细真困难呢。边仔这阿桑，你安尼，啊，演播地戏安尼，有你上，你是咧？跳安尼，看手就知讲这人的角色是啥。对对对。哎，什么做镜哈？我那唔知影。镜一般来讲是迄个花面，因为歌戏罕见会去拍花面。早期像我父亲那个年代，他们有就是他们常加演《三国志》的戏嘛，所以一定爱有拍面，所以镜伫迄个有啊，譬如讲诶，圣诞节莫丑，我先。老生老生白手的那叫墨，嘿，白手的老生对。啊，丑当然就知道了，对对。三花，人讲哦，真正要舞台顶吼演这个关公的时阵哦，他一定要故意在画一个什么破相安尼哦。伊是这大位啊，伊画一顺，这就代表讲伊这个是咧搬戏的。啊，若无就会害，伊只要挂喙鬚对吧？对对对。然后对，他会打一个叉，小小的，胡子戴上去就看不到，表示这个关公他是演戏的。阿那公哦，无为黑，听说没有在画那一个小小的机关在里面，会怎么样？可能会演较俩公我，演较起价我。是真的吗？我捌听人讲安尼啊。起价我是唔捌听，但我捌听有一个故事，迄是实在，就是以前伫因去宜兰打去遐演出，有一个安门土白，就是水泥的那个舞台是水泥的，唔是房啊搭的。因家因关公交代，一礼拜前爱食菜。爱食菜。一般是一定要净身，要吃素，对。是。那结果这个人演关公，这个人，是。因为伊带太太去，想讲兼度假。啊！打开个洗温泉，个洗落去，酒我啉一点啊，个条刷落去，变成个软软夭寿。唔是，结果因为啉酒，你就知影嘛，绝对一定配醋的物件，配醋的菜，对对对，食到醋啦。对对，食到醋，伊就想讲，我今仔日要演出，我就来食素的货。其实没有人知道，就只有他自己清楚，因为他是跟他当地的朋友，剧团没有人知道。哎呦！结果台电开始加演，这个开始演出的时阵，迄个马夫马桶就翻出去，伊内面唱导板，伊就唱豆瓣对内面开始唱出来。马夫先害出来，先害出中嘿害出来，伊一个豆瓣唱出来完了，伊一个关刀怎啊压开，怎啊一亮相，叭。他一亮柱完了以后，扫一个马东鬼，他甩一个大刀花往后一甩，多对迄个安门头的迄个条啊，你知道吗？迄关刀是茶的，对，一般是茶的，阮迄是茶的，伊竟然有法度迄个关刀怎样甲削伫迄个安门头的迄个条啊内面，拔不出来。后来就他们剧团的人就知道有问题，当然嘿，但是不提倡说迷信还是怎么样，不过这是一种。鼓励我，咱知影讲规矩是安尼爱叫。有个传统啦。对对对。你咧演戏的时阵，啊，有其他的禁忌嘛？比如说像他们以前演这个外台演出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看那个传统戏曲会常有一个头卡有无？不是说他被斩头的时阵，对对对，斩首示众，他不是会丢一颗假头，假的，对假的。那其实后台挂着那颗假头的时候，一般你不能去随便摸它。他比如说他的脖子这里，你不能这样子去摸他从脖子下面就断的地方。不能跟他开玩笑，就对了。不是跟他一开玩笑哦，什么人若是去摸有无？这团内面主角最上主要的主角，小生小段老生都是一线的演员，大家拢会烧声啊。对，我小时候我有个朋友啊，就是在看戏啊，就人家丢一个出来，哎，内底牵一个伤大力，就牵到迄个囡仔的头，迄个囡仔3天无醒起来，一直发高烧，冲，牵出去。啊，我朋友讲，嘿，什么啊？讲，更出去。好了，不要乱讲了。然后讲到好笑的，其实我并不好笑。那天唐老师哦，哇，真的是。平常时总给这帮哦，都在搞笑，也是很会搞笑呢。看你平常是很严肃的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 VCR 好不好？有图为证。看看你这个搞笑功夫，很娇媚嘞。哇，哪位啊？民国86年，周末满点秀。跟俊爸爸啊，对，俊哥。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2个也不错哎，我们可以把歌仔戏用爵士版跟那个 rap 版的唱。这听起来就爵士女。Taipei tonight is Guai Jazz. Oh yeah. 伊是有名的迄种阮。
这。OK 吗？Oh yeah， 一起我俩的一种关系怎么懂？Oh yeah， 不管是关系还是在胸口，一眼一流，看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耳熟能详，老师可以再用个歌戏来个唱啊呢。好呢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可以吗？会用的，好啊，好啊。伊那有问题啦。会用的好。这老司机袂听咱来讲哦，伊无嘛爱想办法啦。小可闹摇摇啊，对不对？来试看卖。好，试看嘛。安尼上传统的有人会当了解到7字调嘛，7字调，对啊，7字啊嘛吼。是。好，安尼唱7字啊，啊正常版的唱歌戏。嘿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给设计一个。反正要你总不能唱给我们输给我们主持人嘛，哎，对不？啊，那个歹看。啊，无阮会受骄傲，今仔日做歹过。安尼吼，卖啦，卖骄傲好。我无咱用爱情恰恰，好，啊用7字啊来唱。安尼好，对。我试看卖好不好？试看卖来。哎。繁华的夜歌曲啊，灯光闪闪是迷人的音乐，伊有嫌弃啊。因阮想着你，爱情的恰恰袂当放袂去，心爱的伫倒位啊？心爱的伫倒位？特别厉害哦，这 ending 下来不错，川剧变脸。感觉也不错啊。别，还有一个叫做吟诗调。什么叫吟诗调？吟诗调其实毋是，应该是讲，即马有真侪，阮咧教足侪小朋友，因要讲台语吼，有真侪囡仔要学台语，你甲伊讲会臭年代。哎呦！所以阮就想一个办法，就教因讲，咱唐诗宋词，用唐诗啊编一个歌戏的曲调来教因念。哎呦！阮就发现讲，小朋友他们用唱的学的比较快。哎，那个唱的哦，比讲的较好听。示范一下，老师。规气送去东美云歌戏团来练这较赢。我接下来呢，唐老师还有一段 VCR 你欣赏一下，所以我那过去你伫台视录的爆笑短剧，一个有哦，足精彩，进来看。这是80年你莫听伤迎春接福，唔免想我来，春节特别节目。啥哈？哦，哎呦，好可爱哟！哎呦！其实我最喜欢看的春节特别节目，就是像这种有点那种古装的那种爆笑喜剧。对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装扮的歌仔戏的样子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你管秋龟就去当春节样子，我家己拢袂记哩。安尼哦，今晚要讲一条吼，小生在唱的，看他英勇开哦。
兄弟开，江湖开，较重的味啊，空笑梦。啊，这条嘛就是这伊来唱哦，小生来唱这应该真勇。小生来唱《康秀王》后，会靠的啦。来，张老师，敲了。谢谢。为你啊的形影，未来消受你牵挂，是啥人拆阮线？情无结局就免挂。起来只有我，命是寂寞，你看我。全世间爱情啊，空笑望一场风声，梦起来。只有我，命是寂寞，只看我。所以最近唐老师要在国家公园剧院，对，伫迄个9月份，9月16、17、18伫国家公园。买票拍这无？哦，你甲我讲，你甲我讲，你要看，你才来看嘿。咱两免钱，咱直接出来后台换戏衫吧，安排两个角色。哦，好啦，好，我再安排。也在唱 rap，我也在唱爵士。也可以哦，对哦，是哦，是好好。那就安排一个。好，一言为定哦。一言为定了啊。老师最后呢，再给咱安排一首歌。我很喜欢这首歌，那我很喜欢这首歌，所以就带来节目，跟你们一起来献给观众朋友。来听听看好不好？来，耍战会，谢谢。一蕊山赞花，孤单头咧咧，无声无息，不讲话，伊拢不讲话。孤单山赞花，知音无几个，无情无爱无机会，伊拢无机会。夜暗淡无明话，前途风中飞。望春风的体会，伊都也少回。唔通放伊搁一个飘飘离奇话。霜风吹过千万回。夜暗淡无明话，前途风中飞。望春风的体会，伊都也少回。唔通放伊搁一个。